请咱安静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就因感谢入伊的门，因侮辱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侮辱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来吟圣诗258首，请咱做声感谢上帝，请起立。
请咱永远徛伫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从阮入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8篇，也就是诗篇11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的师傅，气息的少。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请来三甲额头来祈祷。对尊贵降落，诚侪人的款式，甲阮同甜同苦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学罗你。今仔日是长寿主日，伫2000年前，你照着预言，骑着驴仔，公营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荣耀的路，也是显明上帝旨意的苦路。主啊，你是纯洁无瑕疵的，却为着阮的罪，互人出卖、鞭拍、钉伫十字架。伫即个受难周，我要搁一摆思考你的牺牲甲救恩，搁一摆迎接你成做阮性命的主。阮要学习亲像驴仔，甘心顺服，互你引带，甲你同行。主啊，过去一礼拜，全世界的股市大起大落，也有人的工作、生活，也是心情受到影响。地上的君王哪像真厉害，一个决策会当互侪侪人惊吓烦恼。但是主啊，阮知你才是迄个掌权的，
你才是迄个平静风甲海的，求你保守看顾台湾，互阮的执政团队有智慧、有勇气、有计谋，通带领台湾安然经过即个国际贸易的变局。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逐项事工来向你求讨，无论是音乐事奉、灵修默想、各团契的聚会，也是社区的关怀。主啊，求你亲身感动，兴起同工，做阵为着你的国来拍拼，互阮的所行为符合你的号召，也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求你的圣神降临，阮要因为你的同在欢喜满足。愿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乐，咱请敬拜团。大家平安。阮做伙用欢喜的诗歌来学乐来敬拜伊。我们可以跟着节奏一起拍手。主，我们敬拜你，用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我们再次从头再唱一次。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用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水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欢喜，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我们一起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耶和华
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愿天欢喜，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和其中，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让我们一起拍手。主啊，我们今天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有你伫阮的心内，阮一心拢袂惊吓，袂孤单。这是一首台语的诗歌，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开口，跟我们一起赞美他。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大，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亮相我。若是有你，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亮相我。海水的大，石头的烂。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亮相我。阮真正大怎样感谢，一生甲
主啊，阮感谢你，无论环境好歹，有你的同在，阮就袂惊吓，袂孤单。我们今天带着满满的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知道是由你带领的。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的宝座，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主啊，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有很多害怕，很多不安，但是我们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来带领。主啊，我们今天在这边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求你温暖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安然居住在你的里面。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感谢敬拜团水的歌声甲服侍。
共托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的学生讲：人咧讲人子是几水？因讲有诶讲是行洗礼的约翰，有诶讲是以利亚，阁有诶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几水？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耶稣应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有福气啊！因为迄去肉体的无指示你，就是我伫天里的爸指示你。我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因父的关爱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既若你伫地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既若你伫地里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讲道人生的石盘，咱请杜宗信牧师。也这大家平安。昨下晡我对南部先起来，甲你台北。昨个天气台北甲南部同款，非常的烧热。无拍算，今仔日透早一起来，规个天气大变。昨入旅馆的时阵，我就小可感觉毋对。迄旅馆的冷气有够强的，我是哪困哪揪，哪揪哪困。伫今仔日第一堂华语下礼拜中间，讲到一半，我忽然之间有感觉讲，嘿，无啥对哦，脑后小可猫猫哦，毋通感冒。我相信有当时啊天气变来变去，对咱的时代人的身体嘛是一个正大的挑战。愿上帝会当祝福咱身体健康，咱的灵嘛永壮。所以好无？咱甲恁头前后壁兄弟姊妹，你甲大声祝福讲：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内面的中秋主日。我想咱拢知影讲，中秋主日是咧纪念约2000年前左右，迄一天主耶稣公营来行入耶路撒冷的时，大家摕到中秋节来甲欢迎。伫迄个欢迎的过程的中间，大家看伊那像是弥赛亚，大家看伊那像是上帝的囝，所以举着这中秋节伫遐咧甲欢迎。这个中秋节伫犹太人的传统的中间，是因过年过节会当举出来，正做一个欢喜快乐的钟塔。所以咧过节的时阵，甲这个中秋节带摇来摇去，唱歌也好，跳舞也好，迄是一个正快乐的一个场面。像是对希腊人、罗马人来讲，这中秋节嘛是一个真荣耀的物件。所以每一遍，伊若讲真正军队伫外口小战拍赢，要倒转来开旋的时阵，众人就会摕到中秋节来甲因欢迎。所以中秋节不管是对犹太人本身，还是对这个希腊、罗马人来讲，真正是一个欢喜阳光的时阵所咧用的。所以我毋知影讲，伫咱看到圣经咧讲，当主耶稣伊凯旋入城的时阵，咱有法度去想象迄个场景，讲哦，你行入来的时阵，众人伫遐摕树啊，中秋节一直摇一直摇，然后大家人一直画什么？何山啦，何山啦！我相信，这个学生对伫耶稣的边啊，应该真感觉足阳光的才对吧？会感觉真阳光才对吧？但是咱咧讲好景不长，通常一个文章，也是咱咧讲话讲到但是的时阵，讲到好景不长的时阵，恁会感觉安那？本来足快乐的哦，但是。本来足快乐的哦，好景不长。你会感觉后壁，甲你讲话的人、写文章的人，要甲你讲什么代志？欢喜快乐的事吗？应该毋是吼。有当时啊，这就是人咧讲
代志无共啊，代志大条咯。我想，当咱看到四福音书的记载，咱了解，无几工久尔，光荣入城的主耶稣就互掠、审判，后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无几工的时间，代志的转折就是这么大。伫第一场欢喜礼拜的时阵，我有向大家提出几个问题。啊，毋是几工前尔吗？规群人伫遐欢迎主耶稣入城。当大家伫遐欢迎的时阵，这群人呢？当耶稣受掠的时阵，这群人伫倒？当耶稣互审判的时阵，这群人伫倒？当耶稣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这群人伫倒？我想简单来讲，这群人有可能有几种无同款的状况。一种，四福音书有描写互咱看，真少的人因军队伫主耶稣的边仔不离不弃。军队伫主耶稣的边仔，不管主耶稣拄着什么款的困苦待遇，咱就是为着主耶稣祈祷。但是嘛是有另外一种人，当主耶稣光荣入城的时阵，咱会当甲伊平平来行这条光荣的路。但是当歹代志发现的时阵，无好的代志出现的时阵，有可能咱就走会走，倒会倒啊。包括原本对伫耶稣身边的话的门徒嘛是安尼，闪会闪，倒会倒啊。佫有另外的话的人，有可能看到讲，哦，听到讲弥赛亚要入城，听到君王要入城，当大家伫遐欢呼和散那和散那的时阵，咱对咧欢呼足简单的嘛。所以咱嘛来斗闹咧，咱嘛来做伙来欢呼。但是受审判的时阵，当众人伫遐喊钉伊十字架顶，钉死伊带十字架顶的时阵，这群人嘛是对咧安尼喊。是安怎？头前人咧喊和散那，因会当对人喊和散那；后壁喊钉伊带十字架顶的时阵，嘛对咧安尼喊。我相信有当时啊，伫咱的社会顶，确实，这个社会真复杂。大人安怎做，咱就对咧安怎做；大人安怎讲，咱就对咧安怎讲。这是一种会当明哲保身上安全的做法啦。只是讲，除了这三种人以外，敢有其他种？检测嘛一定有吧。有的人无拄加现身伫迄个钉十字架的场所迄个所在，但是有可能伊嘛豆伫咱无看到的所在，为着耶稣来哀哭，为着耶稣来祈祷，可能嘛拢有啊。但是我所要问的问题就是讲，如果若准，也许咱是伫迄天主耶稣入城的时阵，咱嘛是伫遐举着樟树枝，伫遐喊和散那和散那的人的时阵，后来咱看到耶稣互掠去，看到耶稣互审判，看到耶稣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咱是倒一种人？咱是不离不弃的人吗？还是咱是明哲保身的人啊？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啊，重要的是咱嘞，咱的教会嘞，咱若倒转来看咱家己，倒转来看咱教会，咱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伫上帝的话语顶面，建立伫主耶稣的顶面，还是建立伫其他人安怎讲，咱就对咧安怎讲；人安怎做，咱就是对人安怎做的顶面咧。一间教会无应该是因为什么人咧做牧师、做中职，什么人咧做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助理二号长，才来决定讲，咱这间教会要成做什么款的教会吧。甚至有当时啊，我毋知影讲，咱过去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有出现这款的情形无？咱选择要来南门教会，除了有可能交通较方便，也是住伫边仔以外，是因为某物人招我来，所以我来。听讲南门教会有真侪真优秀的这个兄弟姊妹，所以因为因的好，我来。
但是我嘛毋知影讲，咱有看过，因为有当时啊，咱可能讲话甲无倒体，还是做啥物代志做了无好，人看到了后感觉啊，你安尼袂使，因为咱的无好蛇离开教会无？无毋对，无毋对。有当时啊，咱的意爱伫遮聚会，除了咱甲上帝的关系以外，咱甲人的关系嘛足重要。咱有真好的同工，真好的团伴，咱做伙伫遮做礼拜，足重要的。因为咱彼此扶持，咱彼此帮衬，互相祝福啊。若是安尼，我相信有一句话应该咱有听过：一个人走可以走得比较快，一群人走嘞，可以走得比较远吼。你信仰的路上嘛是安尼啊。咱有一群真好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跑走天路，偌好的你敢知？但是咱毋通袂记起，咱三个伫遮组织的时阵，上重要的是要敬拜咱的爸上帝。咱教会，咱家己的信仰根基爱建立伫耶稣基督的顶面才对啊。所以重点来后，来到第一堂的礼拜，我有邀请第一堂华语礼拜兄弟姊妹帮我做一项代志，我嘛偏偏要邀请恁安尼帮我来做哦。来，甲你头前后壁兄弟姊妹，你甲提醒讲，注意听哦，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哦，爱注意听哦。无啦，毋是甲我讲啦，你也甲边仔人讲啦。是爱注意听，毋通等下讲到尾啊，恁煞困去哦。其实有当时啊，伫遮做礼拜当困去，我嘛感觉足好诶。有诶是大人伫厝里拢困袂去，来遮做礼拜就困会去，这就是安息。但是我咧讲注意听诶原因，是因为讲。会知影我用的一个标题叫做 Peter the Rock， 咱要甲解说做彼得这个石盘，还是石盘彼得拢会使，因为这甲咱大多所读的圣经有真大的关系。但是咱爱先知就是讲，大多所读的这段圣经，伊所发生的地点是伫该撒利亚腓立比。我毋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有人去过该撒利亚腓立比无？敢有？无吗？啊无以后。契布斯可能真较用，啊无有机会，咱请契布斯带队，咱来以色列一抓。实际看，甲咱咧读圣经无共哦，有足大的差别哦。该撒利亚腓立比，伊是伫黑门山的下面。这个所在，不管是黑门山，伊伫5月进前一寡雪融化变做水流落来也好，遐有一寡山，有一寡石盘会冒出迄个泉水也好。真多约旦河的上游，这个上游真水，风景的变化真大，无亲像南部的犹大。南部犹大地比较讲起来是较属旷野地，但是北平因这款的丘陵地会当互伊有真侪无共款这款地形地物的变化。所以咱看到这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腓立比离这个所在，我毋知恁有注意看到讲离迄个正平顶面的所在有一个乌乌的所在无？迄个乌乌的所在是一个崩坑，这个乌乌的所在是一个崩坑，这个崩坑是当地人，是迄阵希腊罗马人因相信讲，阴间的入口就是伫这个所在，阴间的入口就是这个所在，所以当阴间的入口是这个所在的时阵，罗马人因伫遮起一间真大间的神庙，叫做潘。潘这个神明，我毋知影咱伫过去希腊的神话故事内面，你有看到无？就是迄个上半身亲像人共款，下半身是羊仔的身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羊仔的身躯。这个潘伫希腊文的意思是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大自然。这个潘主要咧管的是一寡。精神因的生团，包括爱保庇这个顾这精神的人，因为这精神的人咧顾这精神足重要的。安那去顾这羊仔、顾这牛，互因当生生不息，因为这是因的财产，这是因的财富啊。所以来拜潘的这个神明的，不管是要求财富，要求丰盛。要求好嘢，就是来甲拜。
当时这个潘既然是有所有的这个意思，伊嘛代表掌管大自然万物的这个生命啊。但是，互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臭名远播的，主要就是咱来看，这个图顶面的山壁，其实是因为咱这个角度只有翕到遮尔尔，对边啊探出去的山壁有真侪细个坑，每一个细个坑，希腊人、罗马人也是当地人，因会放侪无共款的神明看大顶面，所以这个所在会当是讲敬拜众神的极善之地啊。亲像我进所咧牧会的嘉义古南教会，这个庄头因为人口足严重的外流，过去这个庄头有5-6间的柑仔店，进村最后一间，但是这间的柑仔店我无甲叫做柑仔店，我甲叫做酒店，是安怎恁知无？咱印象中的柑仔店会卖啥物物件？应该足侪乌米仔鸡有诶无诶足侪物件嘛吼，囡仔要去抽牌啊，要去买佚佗物仔拢有嘛。但是即间柑仔店我会甲叫做酒店，就是因为讲基本上遮诶人口已经走甲无剩偌济，所以伊主要咧卖除了有几包泡面、几粒鸡卵以外，主要伊就是卖米酒、高粱酒、秘鲁，反正你内底什物松阳酒，就是咧互一寡爱啉酒诶，毋免讲佫走甲铺子去买。因为走到铺子去，万一你塞车、骑机车去互人掠着酒驾怎么办？所以这间柑仔店主要就是咧卖遮的酒类。啊，柑仔店的头家已经年纪真大，所以真欠。你时也好，下嘛好，强要无咧开电火，所以你远看内面就暗暗。安尼有成酒店无？但是你即款的庄头已经无偌济人啊，拢总有5-6间宫庙。这5-6间宫庙不但拜无同款的神明，甚至有的宫庙可能要互你会当较侪人来拜的，伊会当拜几啊神无同款的神明。不止如此，只要你离开庄头出去了后，土地公庙遐有，土地公庙遐有，细较紧仔嘛。佫有一种庙，我毋知恁捌听过无？迄叫做东营将军庙、西营将军庙、北营、南营将军庙，东西南北甲即个庄头规拢总围起来。所以，伫阮迄个所在，5-6个村庄、7-8个村庄，7-8个村庄只有一间教会。但是，一个村庄内面除了有5-6间宫庙以外，甲大多我讲的遐个土地公庙、遐什么东西南北营将军庙，拢总甲算在内，20间哦，20间哦。然后你要去后一个庄的入口，有可能足大间的庙；你要去另外迄个庄口，又有其他的庙。所以，这个地区是互正无共款神明的庙所围的一个庄，所以是犹太人感觉这个所在真垃圾，这个所在真污秽。犹太人足无爱来遮，就是因为讲规个无共款的神明拢总伫遮。既然是安尼，是咱主耶稣要带伊的门徒来到这个所在，来到这个犹太人感觉污秽、垃圾的所在咧，是安怎？是咱要伫这个阴间的入口，伫遮来做咱大多所读到这段的经文咧。当这段的经文讲到，这个石盘顶，我要去做我的教会，应付的关爱也袂赢伊。这个关爱，伫希腊的原文就是门，伊有无共款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门。所以你有看到无？阴间的入口，阴间的门，就是主耶稣的面头前。主耶稣带这学生来甲迄当时的人感觉是阴间的入口啊。伫阴间的入口，主耶稣甲讲，甲彼得讲，我的教会要入去伫这个石盘顶。真侪人会感觉就是大多咱迄句话 ，Peter the Rock。所以有的版本会感觉讲，看起来意思是教会要建造伫彼得的身躯顶。咱的台语本甲咱讲的是，我的教会要起伫这个石盘顶。安尼到底是伫彼得的身上，还是伫石盘顶呢？
四牧师坐伫遮，我总惊读出这个希腊文了后，等下礼拜三四牧师讲，来，重新你来一个。咱今所看到彼得希腊文是叫做 Petros， 石盘是叫做 Pra。这两个希腊文的字，彼得伊是属这个单数阳性 ，Pra 这石盘是单数阴性。这两个字，甲对耶稣甲伊学生平常时因所讲的亚兰文，本来讲是共一字尔，共一字尔。我毋知咱有印象无？迄字台语安怎翻？中文安怎翻？基法。伫亚兰文基法一字。但是翻译到希腊文了后，你要甲当做男性的名，也是要当做名词的时阵，伊怎变做单数阳性甲单数阴性无共款的写法去？这就亲像咱咧讲中文咧讲伊，男性的伊是人字旁嘛，女性的伊是啥物旁？女字旁嘛。哦，优秀，你拢知。英文男性的他是 he， 女性的她咧。序嘛，哦，恁英文更加厉害。啊，日语咧，日语安怎讲？日语安怎讲？毋知嘛吼，毋知吧？我嘛毋知。但是咱会当看到就是讲，你文理翻译的顶面会有这个差别，所以咱安尼，咱会当发觉到，有当时毋是无共版本的圣经翻译无共，是因为伊的意思本来就拢有这意思，所以甲安尼咱来看，平平我的教会要建造伫彼得，也是要建造伫石盘顶，伫阿兰文是共一字，所以其实耶稣咧讲的是一个双关语。教会要建造伫彼得的身上的时阵，彼得爱安怎？拍拼去传福音，教会要因为彼得因这批门徒来开拓出去。但是咱绝对毋通搞错方向。当主耶稣甲咱讲，伊是处角少的时阵，伊是处角少的时阵，咱得爱知。更较重要的是，咱的教会迄个石盘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主耶稣对彼得安尼讲的时阵，是因为彼得更较头前咱的经文所记载。当耶稣咧问门徒，我是几罪的时阵，我是虾米人的时阵，彼得讲：你就是基督，你就是上帝的囝儿。教会要建立伫这个基督、这个上帝的囝儿主耶稣的心上啊。若是安尼，咱来看，平平要讲这个话，啊，带厝讲就好啊嘛。带厝讲就好啊嘛，是啊，爱行遐远的路去甲该撒利亚腓立比。咱来回想大多所讲的，该撒利亚腓立比这款的环境，伊遐有真侪无同款的生命，阴间的入口就是伫遮。所以当这个所在是大家惊吓的所在，是大家感觉恐怖的所在，是一个阴间的入口的所在，所以起遮侪庙，起遮侪神明，大家甲人咧讲什么正邪啊，或正什么东西啊，或就是起大家的时阵。耶稣讲的，伊的官兵要甲赢过济，伊的官兵甲赢过济，就亲像当伊咧甲彼得讲天国的锁匙要交予彼得的时阵，一边是阴间的入口，耶稣讲的天国的入口，所以其实主耶稣带这个门徒去甲该撒利亚腓立比，迄是一个真冲突，嘛要互门徒有一个真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咧讲阴间的门、天国的门，你要安怎选择？天国的门、阴间的门，你要安怎选择？所以当主耶稣伫即个一般人感觉是通阴间的门的所在，伊要互大家知，伊是基督，伊才是永远的主，伊是道路，伊是真理，伊是生命，伊是咱一生，咱的一生会当挖靠的石盘。阿们嘛？
才有一句经文，咱做伙来读：恁就近伊，也亲像活石起造圣灵的厝，做圣的祭司般。咱过来读一遍：恁就近伊，也亲像活石起做圣灵的厝，做圣的祭司般。咱会亲像主耶稣，咱会亲像主耶稣。有一个丰盛活活的生命，咱爱亲像彼得，彼得有可能还未明捌主耶稣进前，伊就亲像一般的人共款，甚至圣经嘛甲咱讲，有当时以色列人咧犯罪的时阵，心硬，不管派偌济祭是派偌济先知来甲以色列人讲偌济遍，袂悔改就是袂悔改，心硬。亲像石头，但是当咱伫遮，咱不只是伫遮每一个礼拜，咱3个做礼拜，毋是每一个礼拜咱做伙来参加团契，顶无共款，即款的团契生活，这拢非常赞。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当咱等下礼拜结束，行离开教会了后，毋通袂记，圣经上帝话咧，甲咱讲的就是，咱就是圣殿。咱的生命就是圣殿，咱的家庭就是圣殿，咱嘛会当互咱读册的所在，咱食头路的所在，诚做圣殿。所以若是安尼，咱爱诚做迄个活活的灵，有活泼生命的石头啊，就亲像彼得共款。彼得有可能看到耶稣去互掠三斗无人主，耶稣去互审判、互定十字架的时阵，圣经嘛无记载，就讲彼得早已倒闭去啊。但是当彼得看到国外耶稣了后，伊的性命，真正就像迄阵伊咧甲耶稣讲的：就算到死，我也不会否认你。就算做到死，你永远是我的主。过去我捌讲一句话，我的妈妈听到惊一跳。昨我伫亲戚遐嘛有甲伊分享一句话：咱做伙上天堂。我们一起上天堂。我妈妈听到的时阵，无啦，你哪安尼讲？但是我相信应该咱知影我讲的意思吧。我们一起上天堂，就是因为讲，咱要做伙来跑走天路这条路，咱要做伙拍拼来往这个毋茫的路来行。到时候，我们一起上天堂。所以，愿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活泼有活力的生命，竟然要因为安尼。来看去上帝的荣耀，咱嘛拍拼，互咱的生活，不管是咱的家庭也好，伫学校也好，伫咱做工作的所在也好，透过咱会当有一个彼此关怀、互相祝福的生命，因为安尼，人透过咱看到上帝荣光，阿们嘛，做伙来祈祷。阿爸，陪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保守甲引带，互今仔日。天气咧变的时阵，阮犹原会当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来甲你面头前。愿你引带甲保守，互阮明白你的教导，也互阮有能力欢喜来遵守你的旨意，行伫你的道路顶。天父，阮上帝，阮来恳求你，伫阮离人生跑走这段信仰的路，跑走阮的人生的路的时阵，你来成做阮的帮衬，祝福阮。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有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通好互阮互相来祝福，互相来帮忙，军队着基督，成做正人的祝福。安尼感谢基督，拢上去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个来吟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
上车坐，咱来奉献，请戴任宽、陈怡如执事来施献。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条我来报告。第一，欢迎大家来礼拜，多谢杜宗信牧师今仔日的正道。愿主赐福杜牧师伫嘉义果南教会侍奉。礼拜后，请大家劳保请安，会当去地下室，大家享受爱餐。后礼拜正道，咱要请施表在牧师。第二，国乐节这期的礼拜，今仔日中秋主日。杜宗信牧师2场的正道，加敬拜团的献唱。拜五4月18，台北中会东一区受难日圣餐礼拜是暗时7点半伫城中教会举行。后礼拜4月20，国乐节的联合礼拜，施表在牧师正道圣歌队献唱，从静默到欢歌。迄天台电停车场会使互咱停车。第三，路加福音灵修读经默想，咱请赖玲玲执事来报告。兄弟平安，大家知影明仔载咧起床的时爱做啥物代志无？读圣经，读圣经。好，都爱咱来收看咱教会制作的这灵修的迄个影片吼。咱这边我真紧爱代替团导组的
顺便阮的组头吼，就是顺便长老来报告来宣传即边的活动吼。咱即边的迄个灵修的迄个活动有甲进前阮2项无共款吼。头一项是双语吼，以前拢甲听华语，啊有诶咱有诶兄弟感觉无啥习惯，咱即边加华语吼台语，台语咱是派出咱教会上强的黄金组合吼。这黄金组合大概想嘛知影是啥？跨世代黄金组合就是李国柱长老甲陈志伦兄弟吼，这跨世代像祖孙这组合真优秀吼，真非常的优秀。我昨已经听过迄头一遍的迄个初剪的迄带子吼，非常赞，非常赞。咱华语是谢雅英姊妹甲陈小文执事甲朱应琪3位迄个美声同工哦，都非常美妙，迄声大家听了拢会如痴如醉吼。咱以后逐工拢会当甲因伫咧空中相会。第二点是，即边咱鼓励大家吼，会当甲你的灵修心得写落来，因为阮的文字同工吼，阮有一群迄个文字同工真用心在写，逐工拢会尽精神在写即个灵修默想的内容吼，请大家有什么回馈吼，阮才会感觉真受到安慰，因为我嘛是投入很多心力吼，所以鼓励大家拢甲写出来。你若看到什么感动的经文，还是讲你有什么任何的心得吼，拢会用写伫咱官网，咱即边的登伫周报吼，周报就是拢是以前拢是别人的文章，即马咱是别人家己来写。像咱即边是今仔就是看到吴中央长老的迄篇文章，我真感动吼。咱为牧师祈祷迄篇文章，希望咱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咱好好灵修，甲恁的心得写落来，我们来看自后礼拜开始，就会用伫咧周报看到咱兄弟的迄个心得吼。未加入官方群组的，咱即马开始扫 QR code， 即马会使用手机啊吼，是礼拜是要用手机，毋过即马会使用手机，咱来扫这个 QR code 来加入咱这个官方群组。最后大家拢知影，上帝的话是咱什么嘿？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咱逐工读经和读圣经哦，咱就会浸泡吼，就会泡，跟咱人咧泡迄落陈年的酒一样吼，咱就爱泡伫上帝话内底，跟咱酒安尼芳芳。咱逐工都有满满的平安甲喜乐，报告到遮，多谢。第四，全教会倒球比赛后主日伫4月27日下晡1点半举行，请明恩长老也是诗涵来报名，嘛欢迎大家当留落来，甲即个选手加油。第5，奉献证明。去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伫会友的信箱，请大家家己摕，若无信箱的，就甲干事来摕。教界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团契消息，第一夫妇团契，今年的春季的旅游是即礼拜6，4月19要去宜兰吼。KU 逐人是1000块，若毋是 KU 是1200块。来请戴任宽、蔡淑兰夫妇来报名。大多数项请家己来看。咱请吴中友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我是小会事业吴中友长老吼。我今日要特别伫遮，咱代表咱教会吼，欢迎即个多谢杜宗信牧师。杜宗信牧师，咱正式要我直接要进行介绍，就是8月初1要来遮就任新的牧师吼，大部分人拢知影。咱杜牧师是去年3月，咱就开始甲伊记接差不多半年时间，甲即个聘牧小组有真侪连结，真侪迄个互动吼。嘛南来北往几若摆，大家互相有记接了。伫9月初8时，咱有邀请去年9月初8邀请伊来讲道两场吼，迄个去年9月初8。伫11月17，咱有通过监选，台北中会来遮主持的监选吼。长老教会要聘主任牧师的监选是爱有2/3的会员出席，超过3
2/3的同意。啊，大多数摕到4/5以上的同意票，真悬的同意票，所以已经是决定啊吼。啊，8月初1伊会来就任。啊，对11月17，去年11月17监选通过，到今仔日4月啊，但有人可能无要相信，逐礼拜拢有人甲我问，啊，伊定是要来？我讲8月，后礼拜我问，啊，多数迄个新的定是要来8月，讲啊，敢袂咱较早来？袂使，啊，啊问了后礼拜拄着我问讲，甲伊讲看觅看会使较早来，拢袂使，就是8月初1，吼，咱因为迄个大牧师伫即个头拄有讲吼，是迄个嘉义中会古南教会的事奉，伊的任期是到7月，吼，所以咱才是8月。拢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吼，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已经送订的新娘吼，啊有当啊是来厝诶做客吼，即准大家吼，毋通一直叫人去洗碗啦。这段时间嘛，足侪来问讲，啊，敢袂当叫伊来主持，来什么团契，来妇女团契，来基石团契，来圣歌队，来会使来专讲，还是小来迄种小等者。过过来才叫伊洗碗啦，即嘛毋通一直叫人，啊，这个听不懂这个的话，等一下问那个李橘子老师跟陈志伦弟兄哈，这句台语小语哈，啊，所以咱就是真欢喜。啊，今仔日用真欢喜，我正式安尼甲介绍吼。啊，咱等下礼拜煞逐个有真好诶，会当有真好诶交易吼。啊，伫遮做阵食。我伫遮要特别补充即个两位迄个迄个介绍吼。罗永树牧师娘甲伊诶家族是伫有来今日礼拜吼。啊，欢迎罗永。平安。好，请坐。啊，佮另外一个，我临时补充吼。咱南门教会王贵月姐讲，今仔日是99岁生日，是？多少件？毋是90几？99岁。哦，9月才有时日吼。头拄印象甲我讲对。99岁王贵月姐吼，逐礼拜拢来礼拜，啊查某囝拢载伊来，逐礼拜拢家己行吼，家己行起来礼拜吼。咱甲鼓励一下，多谢。好，咱也正式欢迎，多谢大牧师吼。好，以上报告。咱来行平安礼，请起立。
来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刷车都无输足多。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慈悲，主耶稣伊的慈爱、圣神的保守甲引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弟弟，对即时伫甲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岛密会。